咁今日我哋講下所謂嘅老字號，廣州嘅老字號。咁我哋好多老字號，特別係餐飲嘅老字號啊，都係喺1982年上下開業嘅。我哋點解會咁得意嘅？咁好多年輕人就唔知道嘅。咁我哋要講下佢嘅原因吓。咁首先咧就改革開放係咩時候提出嘅咧？1978年，我哋阿鄧小平上台之後提出嘅一個重大嘅國策就係改革開放。呢個老字號係喺咩政策嘅環境下去開咗咁多出嚟咧？如好似雨後春筍咁咧？咁啊係1980年啊，廣東省咧頒布咗呢個特區政策條例，深圳係最先行嘅政策條例啊。呢個特區政策條例裏邊咧就講到鼓勵廣東省嘅人民群眾啊多啲開設呢個個體戶同埋呢個私人企業。廣州咧就開始跟風咧，就係從1982年開始嘅。食在廣州呢4個字咧就已經係喺廣州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噶啦。廣州人識食，識整嘢食，人盡皆知啊！世界各地都聞名噶啦。咁啊，而且咧做餐飲、做小食咧，點解會咁多人開咧？第一，門檻低啊！以前都冇乜講鋪租噶啦，全部鋪都係喺同公租房租翻嚟嘅，喺同政府租翻嚟嘅，幾蚊甚至係10零蚊一個月一個檔口，買你碗碟碟，兄弟姊妹再加埋啲親戚就可以開得檔噶啦啊！咁啊，平時喺屋企煮嘢邊樣拿手就做邊樣，所以咧好多老字號係從1982年開始嘅。當然啦，食在廣州呢個最大優勢，廣州係作為一個商貿中心啊，人口流動同埋消費力不斷提升嘅。82年之後咧，廣州嘅市民咧就亦都揾到錢，好多人嘅收入咧就高咗好多，咁啊肯出去消費，肯出去食嘢。餐飲業態以咩為主咧？多數就以大排檔為主。廣州從1982年開業到而家現存嘅，仲有邊啲大排檔咧？最出名當然係長堤盛記海鮮飯店啦。阿華哥當年1982年開業嘅，一直做到而家。阿華哥都仲日日喺檔口嘅嚇，日日喺檔口飲 XO。咁第二間咧就係個長堤盛記，大概行過200米左右嘅順記海鮮酒家。咁呢間亦都係獲得過米其林嘅，都係以小炒為主。盛記就以高檔海鮮同埋地道嘅有鑊氣嘅小炒為主。咁啊順記就以小炒為主啦，海鮮就比較少啊。佢最出名嘅就係個薑蔥炒蟹啊，咩蟹都得㗎係啊。另一種傳統嘅餐飲行業咧就係粥粉麵店啦嚇。咁我哋平時講嘅粥粉麵飯嚇，廣州嘅4大發明就以邊幾個品牌為主咧？咁啊我哋諗得到嘅最出名就當然係西華路嘅珍小食店啦。咁呢間就係以牛腩粉，佢嘅2代阿安哥咧就做咗呢個啫牛腩粉，後尾新創嘅嚇。咁佢嘅傳統都係以牛腩粉為主。咁啊另外仲有幾個品牌嘅五站記粥品店啦，咁就聽個名就知道以粥為主，同埋跟住咧附帶有啲炒牛河啊，有一啲炸油器，炸油器就例如牛脷酥啦、油炸鬼啦、鹹煎餅啦呢幾樣。咁啊五站記嘅鹹煎餅亦都係比較出名嘅嚇。林記粥品店1980年開嘅，咁佢又係以鹹瘦肉粥為主打，咁啊附帶鹹煎餅、油炸鬼、牛脷酥亦都係。跟住咧就銀記啦，銀記腸粉店啦，仲有芬芳甜品啦，咁都係1982年開嘅。咁啊芬芳甜品對面喺同福東路嘅，仲有一間叫做瑞芳牛腩粉啊，咁呢間又係老字號啦。佢嘅牛腩粉、豬大腸粉比較出名嘅就係雲吞嚇。佢嘅雲吞咧，我認為喺廣州嘅老字號裏邊咧，能夠保持到傳統味道嘅唯一一間啊，我比較推崇佢嘅雲吞嘅嚇，唔係雲吞麵係雲吞嚇。咁啊麵就各人各自啦，有啲中意食腍嘅我就麻麻地啦嚇。去到80年代中期咧，好多餐飲業咧向上提升，就開一啲比較中高檔嘅海鮮酒家。最出名嘅當然係南海漁村啦。咁其實南海漁村咧就唔係82年開嘅，係1986年開嘅。第一間嘅南海漁村就喺環市路嘅珠江大廈樓下，後來第2年定第3年先開咗去流化公園，即係東方賓館對面嗰度啊，嗰個第2間嚟嘅。咁而家南海漁村嘅品牌就發展到好大啦，徐博館、空中1號，過年前開嘅江景8號都係屬於南海漁村集團旗下嘅一啲高檔嘅酒樓啊。高檔嘅餐飲仲有邊間呢？惠食街文字顯示就1992年開，但係呢惠食街喺1982年已經喺龍津路做啫煲噶啦。咁呢個呢就鮮有人知嘅。咁個啫煲呢都做得風生水起啊。咁去到1992年，即係10年之後，佢就開咗惠食街大公館我哋而家見到嘅米其林餐廳啦。咁仲有僑美食家啦，1985年開嘅。咁仲有一間雅苑餐廳，雅苑餐廳呢以住家菜為主，當年呢就叫做5星級嘅消費，大排檔嘅享受啊，味道當然都係5星級，我認為啊，佢喺呢個朝天路能夠屹立到今年都已經40年肯定係有佢嘅優勝之處嘅，做得比較好同埋耐嘅大排檔兼粵菜嘅有邊幾個品牌呢？向群飯店啦、僑美食家啦，僑美食家就以乳鴿為主啦新興飯店係1980年開嘅以食羊肉為主嘅羊肉煲呢個係1982年去到而家仲經營緊餐飲嘅品牌。點解我哋今日會講呢樣嘢呢？到而家為止1982年之後嗰10年裏邊呢，其實開咗好多餐飲品牌，咁但係好多都已經消失咗啦。咁但係到底邊啲品牌消失咗呢？可能要
粉絲觀眾去提點一下，因為我記得唔係好多嘅啫，名字啊唔係記得好多，記得利華啊同埋大昌飲食店啊呢類型。點解會講到呢個話題呢？咁我哋好希望呢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保持我哋食在廣州呢4個字嘅傳統，保持翻呢個實體經濟嘅繁榮。始終而家好多年輕人中意叫外賣，咁但係個美食打包咗同埋喺現場食係兩種好大嘅差別㗎吓。無論咩飲食都係，咩餐飲都係。你麵又係，追煲又係。喺現場食，我哋食嘅係鑊氣，食嘅係人氣，食嘅係味道，食嘅係即時嘅出品，而唔係填飽個肚就算。所以我哋今日講呢個老字號，第一講一講點解集中喺1982年之後去開業。第二樣嘢我哋呼籲呢，我哋嘅食客咁多啲出街，多啲去現場食，對食一定要有要求，多啲出街消費。過年我哋睇得到呢，其實好多餐飲業興旺咗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呢個態勢能夠延續到落去。祝大家新年快樂，2025不斷進步，身體健康，合家安康。我諗我認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吧。